大家好，我係5A 班蘇寶如。內地電影《哪吒之魔童鬧海》喺國內同國際嘅票房勢如破竹，直衝全球電影票房排名，顯示中國動漫片製作嘅實力，足以挑戰橫霸一方嘅荷里活。哪吒2製作歷時5年，動用4000名動畫師，做咗1900幾個特效鏡頭，逾萬個特效元素，為觀眾帶來一場娛樂與文化兼具嘅盛宴。無論欣賞故事劇情，抑或被動漫和特效震撼，都認為值回票價。內地票房網站數據顯示，目前哪吒2票房收益137億元人民幣。該片啱啱喺美國同澳洲上映，據報目前以海外華人觀眾為主，但都吸引咗唔少當地觀眾。總票房收入目前已打破多個紀錄，包括動漫片史上最高票房，以及第一部中國製作電影打入全球票房史上前10名。三頭六臂嘅哪吒喺各種神話故事中係正義戰神嘅化身，喺電影中哪吒斬妖除魔，觀眾代入其中，認同自己在現實社會中得到公正公平嘅對待，而且相信自己可以似哪吒咁有克服困難嘅能力。與其話係一種渴望，都可以話係一種宣泄同埋吶喊。我命由我不由天，係魔係仙，我自己說了算。這句吶喊可以有好多種解讀，大多認為係年輕人追求自由，不希望受到束縛，這種渴望放諸四海皆準。哪吒以逆天之力將乾坤反轉，前人經驗未必係最大嘅考量，年輕人需要有勇敢面對變化，有克服困難嘅決心和毅力，有打破命運禁錮枷鎖嘅堅韌。哪吒喺電影中從逃避到勇敢面對現實嘅過程，激勵年輕人直面生活中嘅困難和挑戰，找到突破困境嘅道路。不敢捕捉到當代年輕人嘅心態，都有勵志嘅精神。導演楊宇大學讀醫學，由於水深動漫，閉關3年自學動漫製作，推出哪吒一炮而紅，獲得投資方支持繼續拍續集，但對每一個細節都精益求精，用生動例子演繹人生逆襲。哪吒2嘅另一句對白：若前方冇路，我就踏出一條路，相信係令觀眾產生共鳴嘅一種精神。今日嘅CSJ Campus TV 到此為止，我哋下次再見。